他完全没有跟我道歉过，是直到判决前才勉强跟法官说对家属表示歉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真的是完全没有悔过之心啊，因为他自己也是单亲啊，对。所以他一直到现在有亲自跟你道歉，就只有那一次开庭。那应该不算亲自道歉，他是透过法官跟我讲。对对对。所以他也没有当面跟你道过歉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啊，你刚才在庭上有提到说他有回现场模拟，对，那时候看到你大概是什么表情？他完全没有看我，就是他完全无视我，然后也没有道歉。就是我们其实很常在同场啊，但是他都没有跟我道歉过。对对对。所以刚才在庭上，大家以他那么气愤，就是说，如果法官不执行死刑，哦，他要来执行，这表示说你们家属心里也是很痛。我当然，如果我大姨可以执行犯，我想要让他让给我执行。对，因为我真的，他夺走我唯一的妈妈。对啊。所以现在你还会想起这些伤痛？当然，有时候就是晚上都会睡不着觉啊。就是常常会说服自己说我妈就是出去玩，只能去很远的地方玩啊，就暂时见不到，对吧？通常有时候晚上想到，有时候就会睡不着。所以你刚才在庭上听到被告在讲说，这种事情发生之后，他是很恐慌的，然后你觉得他这样的说法你能接受吗？不行，因为对于他说他很恐慌，一般是完全不会跟我们做联系啊。他甚至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在联络被告，他甚至就很冷淡，就说哦，他们分手了，然后他们没有瓜葛，甚至到快破案前一天，他还打给我问要不要拿住处的钥匙给我，希望他死刑，就是不要再出来害人，不然每个人都会认为杀了人可以不用负责。